我以前聽過一個上咗年紀嘅英國人係咁講 ，priority 呢個字其實係冇眾數嘅，所以同一時間你嘅 top priority 只可以有一個。如果你咁樣諗，喺呢個時刻我最重要嘅事情應該做乜嘢呢？其實有好多時候事情嘅抉擇就會比較簡單，因為你只可以揀一件事。我哋喺職場上邊成日聽到老細叫你要 multitasking， 其實我覺得與其話係 multitasking， 我哋只可以 one thing at a time。當然啦，當一啲嘅事情你需要等候結果嘅時候，你一定可以借住等候嘅時間去做其他嘅事情。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去完成某一啲嘅工作，其實你係需要專注去完成，先至可以避免錯誤，甚至乎發揮你最好嘅表現。如果你有好多事要完成，其實真係要將佢哋寫晒出嚟，排一排次序。我自己用咗好多年嘅一種方法，就係將一啲比較容易嘅事情，特別係5至到10分鐘就可以完成嘅工作，盡量喺每一日開始工作嘅頭半個小時到1個小時，衝得幾多就衝幾多。呢一種方法可以確保一啲簡單嘅事情可以盡快咁完成，又唔會阻住個地球轉，更加唔會阻住一啲等緊你嘅其他人做唔到佢哋嘅工作。如果你有一啲大型嘅 project， 其實最好係將佢哋打散做一啲細啲嘅部分，每一個部分最好係1至到2個鐘頭就可以完成，盡量唔好多過3個鐘頭，因為我哋嘅集中力都係好有限嘅。每一部分之間可以加插一啲其他碎飲飲嘅工作，其實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因為可以有機會俾我哋 refresh 一下，消化一下。我哋好大機會都有聽過先後次序可以用簡單嘅方法去分辨一啲嘅事情係又重要又緊急，又或者係好緊急但係唔重要，又或者係既重要但係又唔緊急，最後就係嗰啲又唔重要但係又唔緊急嘅事。另外一種方法我都經常用嘅，我會分一啲嘅事情做1、2、3嘅等級。當然1就係最重要啦，2係次等，3係冇咁重要。我會盡量按住呢一啲嘅次序做晒1先。當然有一啲嘅事情你蹲得越耐，佢就會由2變做1，又或者由3變做2。所以我哋需要成日咁樣或者定期咁樣去檢視呢一啲嘅數字，係咪仍然準確地反映緊佢嗰個嘅重要性。我自己有個習慣，就係每日嘅早上都將呢一啲嘅事情放喺 calendar 上邊，劃分咗一啲嘅時間。有啲今日做唔到嘅事情，我會放喺其他嘅日子。總之就係壓咗啲時間先。如果今日完成唔到嘅內容，我就會將佢哋搬到去其他跟住嘅日子。如是者，其實成個 calendar 都係非常之流動，都只有一個目的，就係好好咁樣利用有限嘅時間去做多啲嘅事情。你嘅習慣又係點樣樣嘅呢？